后来原本和这个指挥中心看作是大风豪大、真安全的这个检疫旅馆，如今是不是有可能将做防疫的破口呢？去年12月确诊的迄位浙江的大商，甲德国迄位确诊的男子，两个人是住伫同一栋的防疫旅馆，但是无共楼。疫情指挥中心来证实，两个人的病毒株是同款的，也就是讲，迄位浙江的大商应该就是伫个防疫旅馆间接防卫着新冠病毒。花卡网新高防疫旅馆报道，大家表示安全无问题，乖乖伫咧合格防疫旅馆检疫。新闻口指挥中心调查发现，进前住伫咧同一个防疫旅馆的浙江大商按119和德国男子按693，会着同款的病毒。不过明明中国和德国流行的病毒无同，两个人病毒的排列却是同款的。专家伫咧有可能是伫咧防疫旅馆烧的。旅馆可能的传染途径就包括通风啦，或者是动线啊，比如说两个人是不是都是完全没有离开房间啊，或者有什么工作人员其实因为特别的原因进入过两个人的房间。虽望旅馆的相关人员拢有采检，不管是核酸检测或者是抗体拢是阴性，不过就惊有闹交的已经传去社区。可是会不会有其他的房客其实是房客进去过，或者有些工作人员其实是暂时员工，而且这种事情也过了一段时间，要100%的匡列本来就是非常的困难。突然过了1个月，大概也可以知道有没有造成很大的冲击。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很大的冲击的。1月15号开始，台湾人返来台湾，拢爱带要去防疫旅馆。专家提醒，防疫旅馆一定要有独立的冷气，或者是改做会当换外气的空调。加强人员训练，甲加强体查，才能减少风险。